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平安！在今天早上，就让我们带着一颗渴慕的心，来到圣殿中，寻求主的面，在爱慕里献上我们全心全人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敬拜不单单只是敬拜，我们的敬拜也是对上帝天父的祷告。在这个时刻，就让我们一起来等候他，亲近他，赞美他。让我们安静心，邀请圣灵此时此刻就在这里运行。我邀请大家一同安静我们的心来等候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此时就请你来与我们同在，圣灵就运行在这当中，内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心，让琐碎的事不再搅扰我们。此时就让我们沉浸在你的怀抱中，让爱来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时也让我们为了几件事项同心来祷告，为了你自己与神的关系，为了过去一周你所犯的罪，求主的宝血来洗净遮盖，求主来赦免，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家庭、工作、经济与人际关系，更为了心灵软弱、病痛、哀伤中的肢体来祷告。还有暑假的儿少各样的活动，求主保守带领，也为了牧师今日的讲道，求神恩膏牧师，让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为了这几件事情来祷告，为了你的罪，在我们过去一周我们所犯的罪来认罪悔改。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耶稣，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恩。主啊，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赦罪的恩典，我愿意向你承认我所有的罪。我相信靠你丰盛的慈爱，我的过犯远远离开我，得到你完全的原谅。我将自己的健康、家庭生活、经济、工作与人际关系都摆放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知道你是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的。主啊，求你赐下医治的大能，在富强教会所有的会友的身上，疾病的得着医治，软弱的你就扶持，信心不足的得主坚固刚强。特别赐福癌症治疗中的兄姐们，早日得着康复。主啊，我也将今日的主日礼拜牧师的信息分享，全然的交托，求主你看顾主日的程序，一切都能够顺利。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让我每个人都有所成长和领受。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此时，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直到日落之处。阿们。之地，直到日落之处，静默的都要欢呼。我们在你宝座前，赞叹你的作为，宣告你荣耀掌权。哦嗨耶呀，哦嗨
兴起，领受丰盛应许，跨入自己的命定。大步的向前奔跑，为主你名站立，愿你的国度降临。哦嗨耶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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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怜悯光照着你，带来复兴，医治我的土地，同心合一，祝福降临，赐下你的怜悯，光照着地，带来复兴，医治我的土地，同心合一，祝福降临，赐下你的怜悯，光照着地，带来复兴，医治我的土地，同心合一，祝福降临。让我们用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赐下你的怜悯，光照着地，带来复兴，医治我的土地，同心合一，祝福降临，赐下你的怜悯，光照着地，带来复兴，医治我的土地，同心合一，祝福降临。哦嗨耶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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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嗨耶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光，你的光就照亮在我们圣殿中，照亮在每个世界角落。在此时，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和恳求，因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主，你是我们的太阳，满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属于你的百姓，以你恩典的美好奖赏。哦，主，你是我们救赎主，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里，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使我们单单敬畏你。在天上配得所有尊崇主你的荣耀，领到全地上，在黑暗中照亮，
是世界的真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来颂扬主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万民都歌唱，我们不再悲伤，因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哦，主你是我们的太阳，满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属于你的百姓，因你恩典的美好奖赏。哦，主你是我们救赎主，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里，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使我们单单敬畏你。在天上配得所有尊崇主你的荣耀，领导全地上，在黑暗中照亮，你是世界的真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来颂扬主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万民都歌唱，我们不再悲伤，因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以赛亚书60章19到20节这样说：白天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必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必要终止。哈利路亚！主，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太阳，你是我们的光，你照亮在每个世界上每个角落。主，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在天上配得所有尊崇主你的荣耀，领导全地上，在黑暗中照亮，你是世界的真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来颂扬主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万民都歌唱，我们不再悲伤，因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我渴望看见每个心会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我祷告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我盼望看见每个人走入命定，见证生命转变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麦子，落在土里，结出许多子粒，祝福这地。我活着不再为自己，用我成为你爱的器皿。父神，我愿意同心同行，能与你一起微笑，一同流泪哭泣。你说我对这时代有心意，你愿不愿意为我去？父神，我愿体贴你心意，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愿意。我渴望看见每颗心会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我祷告，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盼望看见每个人走入命定，见证生命转变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麦子，落在土里，结出许多子粒，祝福这地。我渴望看见每个心会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我祷告，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盼望看见每个人走入命定，见证生命转变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麦子，落在土里，结出许多子粒，祝福这地，结出许多子粒，祝福这地，结出许多子粒，祝福这地。赞美你，因为我们在这里，当我们说愿意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要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智慧也要与我们同行，让我们见证神的大能，在我们所做的为主服侍传福音的每一个脚步。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聚集，为了是要将荣耀归给你，借由敬拜祷告，领受你的话语，得着生命的力量，再一次为主来做见证。主啊，我们在这里，愿主来差遣我们，让我们成为主的使徒，主的仆人，主的精兵，为主宣扬福音。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得着恩典跟祝福。愿神与我们今天特别有主日学校夏令营的小朋友跟老师同在，让我们所有的聚会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立，
我们今天要用新的诫命，我们来齐声来念新的诫命，耶稣的教导，然后来完成哈。来，预备，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属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我们请坐。一下。恭颂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有2处，我们先念第一个《传道书》4章9到12节，我们一起来念。2个人总比1个人好，因为2个人合作效果更好。一个人跌倒，另一个人可以把他扶起来。如果孤单1个人，这样的没有人扶他起来，他就倒霉了。2个人同睡，彼此都暖和；一个人独睡，怎么能温暖呢？2个人合力可抵抗1人的袭击，单独抵抗就无把握。3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拉断的。第二的经文在马可福音6章7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他召集12使徒，差遣他们两个地出去。他们赐给他们驱逐污灵人群，同时吩咐他们说，在旅途上除了1根手杖，什么东西都不用带，不带食物，不带旅行袋，口袋里也不带钱，只穿1双鞋子，也不需要2件内衣。他又对他们说，当你们到了一个地方，那一家愿意接待你们，就住在那里，直到你们离开那地方。无论到什么地方，如果当地人不接待你们，也不听你们的话，你们就离开那地方，把脚上的尘土也跺掉，表示对他们的警告。他们就出去传道，劝人悔改。他们又赶走许多鬼，用油涂抹许多病人，治好他们的疾病。好，以上圣经读到这边，让赐福听探他话的人。献诗，夏令营主日学要献诗，你是跟尽情的微笑。吟诗后，请夏牧师讲道。所要传讲的讯息是福音的勇士，门徒的装备，请我们恭敬来领受。嘿，你话语创造天地，诸天都述说你能力。每山主荣耀归于你，你是道路与真理，一切生命都在于你，无人像你。主你是万王之王，主你是万主之主，你万心的。
这是我们的植物学老师，还有全部的提摩太的青年童工，我们的阵容，夏令的阵容，再次鼓掌一下。神必陪伴你走每一步路。你微笑，别害怕忧伤，勇敢地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神必赐下重生的力量，轻轻地。再次昂首踏出信心的脚步，神必陪伴你走每一步路。每一步路。
回座了吗？等一下，让我们介绍一下。校长您先下来可以了哈。我们后面的下面那一排，把它占满第一排哈。牧师要代表我们教会谢谢我们这一群主日学老师，还有我们全体的这个提摩太，还有大提摩太，对不对？好，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举手一下，拍手对，鼓掌好。我们主日学老师平常是礼拜天在服侍啦哈，但是这一次他们特别请假3天来陪伴这些小朋友，他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都没有休息3天密集的哈。来，我们的大提摩太举手一下，自己承认是大提摩太，就是已经离开在大学研究所的举手一下。你们都不承认是大提摩太啊？好，小提摩太举手一下。好，我们鼓掌。这一次我们是3年之后又重新举办，我们请校长来讲几句话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赞美主。我们睽违了4年，由主日学老师和提摩太青少年，一同携手合作的夏令营，终于在今年2023年重新登场。那还记得，我们刚开始筹备的时候，我们原本担心青少年的人数比较少，是不是有足够能够陪伴学生的小队服？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教会有一群中保代祷同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守望。所以感谢神亲自呼召了教会的年轻人出来服侍，而且越来越多。好，感谢主。然后呢，我们看见其实这些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我们自己主日学长大的孩子所以如今都变成夏令营的小队服来，或是小帮手来服侍弟弟妹妹。我们这些。好，不要再讲了哈。那我们看见这群年轻人其实他们虽然年轻，可是他们很愿意学习，而且对不熟悉的一再的反复的练习，甚至都练到晚上10点半、11点才回家然后而且很愿意亲手做工，很有礼貌，而且愿意尊荣我们这些年长一点点的老师们然后其实看在我们每一个主日学老师的眼里面，其实就甘心而且也很感谢他们的付出。那更要感谢一群长期委身在儿童事工的老师们，还有刚加入的青年，那个比较年轻的一群新血，还有几位在提摩太的辅导，然后跟瑞平牧师。我们大家愿意把自己埋在这个看似不是很紧急，可是是很重要的禾场里面，谦卑的服侍儿童跟青少年，摆上自己，而且坚守在这个位分上面不动摇。那还有几位主动报名加入夏令营服侍的教会姐妹，我们也非常感谢，因为他们也在微小不起眼的地方不发一言的尽心的谦卑服侍。也感谢夏牧师跟谢牧师每天都来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坚固我们的心。然后还有长老们为学生祝福祷告。那还有教会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为我们每天准备了饮料、冰品，然后在夏天可以消暑，还有或者是自制杯狗，让我们可以得到饱足。对我们大家的爱跟扶持，我们都收到了。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共同的代祷，让我们完成了今年这一次第一次重新出场的夏令营。谢谢大家。那我们再一次将荣耀归给在宝座上的父神。拍手！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敬礼，一起躬，好不好？来，谢谢大家。拍手！牧师再做一个补充就等他们休息，我们还要开一段他们这3天来的一个非常简短解说的影片来了解他们努力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又重新回来了他们不只是自己参加这个活动，而且他们当同工当老师可以看见非常的尽心尽力了他们很少看到他们自己只玩自己的事，而是跟年轻人在一起，跟小朋友在一起。第二个，我们有52位小朋友，现在少子化52位就不简单。我看看有的大教会才30几个，我们有50几个，而且我们有相对的50多个同工。你看，一个陪一个，你看多厉害感谢主好，
下个礼拜这一群年轻人还不能解散，因为下个礼拜他们自己办那个青年主日会更热闹我们一起迎接下个礼拜主日就青年主日好，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他们。好，你们可以请回座，我们来看这段影片这段影片才一起分享主的话。感谢主他的片段让我们看见这一群同工的努力。刚刚来献诗的是我们的青少年提摩太他们的同工，还有主日学老师其实第一堂更热闹，全部的小朋友都有来因为2堂要隔一段时间，这些小朋友真的很困难，一直集合他们所以他们第一堂结束完成等于是结业典礼那我们很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看见我们教会的成长，也小朋友他们得到丰盛的一个暑期那我们在分享主话语间，现在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因为你的同在，让我们的夏令营很顺利的完成。50多位小朋友在这边得着心灵的滋养，特别是在情绪管理方面得到很多的学习跟启发。特别感谢你，让这群青少年，还有主日学老师，还有很多志工一起
同心协力来完成这样非常棒的任务。感谢赞美主，我们同心献上感谢，也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除了看这一群可爱的老师、同工、小朋友在献诗之外，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祝福祷告，就是我们医治祷告所以牧师赶快要把今天的分享的整个内容要截断一下，截一半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别的地方。我们主要是一起能够领受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福音勇士门徒装备，主要是透过这2段经文来领受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传福音装备的教导。首先我们看看刚才50多位同工，他们在平常不是全部都在一起操练但是他们为了整个主日学夏令营这些儿童他们的心灵的需要，然后他们就是一起召集起来大家各分工合作，有的是团体的活动组，有分队组，还有我们教诗歌的、背金句的，还有很多后勤的装备，还有老师管理。哇，真的很不容易一个团队。这种团队我们看起来好像一群热闹就过去，其实我们会发现说，门徒的装备、福音的事工，就是从这个最基础的工作所成长集合起来的。我们求主兴起新一代的年轻同工，让他们这些创意、那些活力，而且从神领受到的呼召，能够大大兴起我们富强教会，也让神的工在这边大大的得劳成长我们今天领受2段经文，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复习了我们要结伴来分享。第一个，我们再一次确认说谁是福音勇士谁是福音勇士？如果从我们圣经的教导，我们发现说勇士这2个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哇，就像电影那个永远打不死的摔不倒的那些英雄，不是，是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你跟我大家这一群人。所以圣经这样说，福音勇士的定义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福音勇士。那基督徒是谁？就是一群跟随基督的人。换句话说，一旦你受呼召，你受洗了，你就已经走上这一条福音勇士的道路。那我刚刚讲，不是那种这个电影上打不倒的英雄那一种肌肉男，不是，而是一个属灵的人，跟随基督的人，能够看见神的祝福。耶稣呼召彼得，他说：“你来跟从我。”彼得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渔夫打鱼的人，也是一个在当时的加利利海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是当他跟随之后，他就不一样，因为耶稣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换句话说，我们从今天的这些夏令营的同工，我们看见说，福音的训练不是针对一群人把他训练成这个福音特工队。当然有时候很必须的时候有这样的需要，比如说要去蛮荒之地，或是要去一个危险的一个地带那个要有经过十足的装备就像我们早期来台湾宣教的，我们明年台南要庆祝建成400年，那我们教会这一边也在努力说，我们要怎样争取到那个曝光，就是荷兰的宣教士，荷兰当时的牧师怎么样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在我们台南这个大平原里面传福音，那真的是要有十足的装备才有办法。但是一般不是这样子，一般是所有人都要接受福音的装备跟训练。所以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们知道的大使命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是谁？万民是任何人，愿万国万民都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认定这个福音勇士的定义之后，我们就看见说，任何人只要愿意受呼召，只要是基督徒，只要他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就已经具备了福音勇士的这个基础了。那我们看到福音勇士门徒的装备，我们有几个点，牧师今天要取其中2个点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共同体的概念，不是单打独斗，不是随自己的意识去做，而是接受共同体的意向跟策略
那我们可以从刚刚读的经文，主耶稣他在马可福音6章的7节也讲到说，召集12个使徒，派遣他们怎么样，两个的出去。我们都很知道说，很多人一个人自己独行哦，非常的是悠游自在。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喜欢那个叫做那个背包客啊，单独一个啊，我迟到也不怕，我什么时候吃餐都没问题，因为我可以自由自在啊。很多人因为现在知识啊，这个旅游的知识很发达哈，很喜欢自己单独一个旅游。那我们看到也有那个年轻朋友，他就背了一个背包，说我单独环岛当中啊，就觉得享受那个孤独，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没错。但是主耶稣他在讲说，你们传福音能够两个出去，这个不是说2个就是一个死板的数字啦，他在讲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特别是传福音的概念，就是他算是一个来呼召门徒哦，但是却是他们两个要出去，表示他们也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可以看见说，耶稣呼召的12个使徒，看起来也是一个数字而已，但是它隐含着整个教会建构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这12个门徒就是新约教会的共同体的母体啊，所以耶稣才说啊，彼得你是磐石啊，教会要建立在磐石上。换句话说，主耶稣他可以建立任何的东西，但是他要借由信他的人，借由他的门徒来建立。我们看见启示录是21章有提到说，天国建立在12个根基上，那代表12个使徒哈。所以耶稣他不是随便呼召一群人啊，随便的人，而是呼召成为教会的共同体，然后两个差他们出去。这是今天我们领受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团队合作。团队福音，那我们最容易碰到的，就像刚刚我们读另外传道诗4章的这段经文，在描述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中，为什么要2个人呢？他说2个人比1个人好的意思在哪里呢？他就用一个生活上我们最容易感受到的体验，来比喻传福音了哈。传福音有时候会感到困难，有时候一个人会疲累，半途而废哈。啊，2人在一起就彼此关心互补。然后能够互相协助，所以需要一个共同体。那共同体当然看得见的就是大家彼此帮助啊，彼此协助嘛，彼此提醒嘛，彼此呢那个资源嘛，那就是我们理念上的认知。但是基督徒被群体差派，还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因为当2个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要产生人际关系，产生合作的概念，产生大家彼此顺服的概念，而且概念都是从我们团体同工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尤其在这两个不是随便一个数字讲出来，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哦。他说2个是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法律的证据，法律有法律的效力。2个有法律的效力，意思是说，圣经里面已经老早在申命记里面就提到说，2个就是能成为法律上的效应。然后2个人就是共同体的最少单位，1个人当然就孤独单独嘛。所以传道书4章9到12节这2段经文在讲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的概念。申命记19章15节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1个人的口来做见证。总要凭2、3个人的口来做见证，才可定案。早期我们知道古代的社会也没有什么录音机啦，也没有录影机啊，没有照片啦，更没有什么网络记录，对不对？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告来告去，反正可以抓到很多证据。现在连你的机车、你的汽车都有那个密录器所以呢，很多证据你可以自己整理出来，就可以形成法律的根据了。但是早期他的意思是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有人被告，一定是要2个人作证，不能单纯1个人扛嘴保记没有效所以这个2、3个人的见证才可定案，是早期犹太社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律的基础所以我们传道书里面讲说，2个人总比1个人好，因为2个人合作效果更好。
除了是法律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他两个人他有一个合作的概念。我们看到12节里面说，两个人合力可抵抗一人的袭击，单独抵抗就无把握。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拉断的，这是群体的力量展现出来。第二个，他说，耶稣说两个出去，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耶稣是为了使门徒的人格成熟了。好，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有的人可能性格上觉得要跟人家合作很麻烦、很困难，或是他的个性上他觉得单独可以自己掌握自己。但是基督徒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你除了你的能力受呼召、你的恩赐之外，你要学习跟同工、跟弟兄姐妹一起合作，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也许我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努力最好，但是他就是要我们一起同心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跟安德烈是一对兄弟哈，他们是一对兄弟，但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他们彼此帮扶、彼此扶持做一个非常棒的合作哈。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呐，无论是传福音，或是做服侍，或是刚刚我们的那个敬拜团队，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学习与人相处，特别是有些人是你觉得性格上很合不来的。那你怎么样学习跟他相处？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功课。那怎么办？你很讨厌他，所以我也不想服侍了。我们曾经提出一个事情说，很多人他不来教会他不是对神失去信心，或是对神的道理觉得没有兴趣的，可能都是因为就是他了，或是你了因为你得罪我，或是大家相处不来算了，不想在一起的算把人的软弱。性格上的冲突全部把责任都推给神。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成熟起来，就是要学会跟合不来的人相处，为他们祷告，而且学会饶恕，这是上帝为共同体生命成熟的一个战略。从古到今从军队到是一般的团体，都面临到这个挑战，特别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在这一个群体的概念里面，还放下一个很特别的密码。什么密码呢？他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们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当中。”换说两三人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聚集而是圣灵要看你们是不是有同心在里面，我就在里面做工，要做你们是不可能完成的，圣灵要跟你们同在。所以我们一起要学习说，在教会里面遇到不喜欢的人，要学习接纳跟饶恕，教会成为饶恕相爱的共同体。那我们最困难，或是觉得最比较负面的是说，基督徒信仰生活会妨碍的是个人主义。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他个性上就觉得我自己独立就好，或是我自己独善其身就好。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不是你个人，一个个人无法成就神在地面的工作，不是你能力不好，或是你不认真，或是你不追求，而是他愿意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群体，一起来改变世界。所以经历上帝恩典的人一起聚集成为一个共同体，那个能量是巨大的。能量不是说，你的力量加我的力量，我50公斤加50公斤就100公斤，不是这个简单的数字，而是因为圣灵要借由你们的同心，使你的大使命能够得到完成耶稣在升天前，12个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改变世界。”这是耶稣对教会共同体所说的。所以我们再检讨一下，我们怎么样融入这个互强大家庭的共同体？有几个我们要一起提醒的。第一个，我们在组织一起聚会，但是信徒之间如果没有真正的相聚，做完礼拜后各走各的，这样的教会就无法改变世界。所以为什么我们很用心呢？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做一个介绍我们除了这样，我们要鼓励说大家留下来，一起在这个爱心午餐一起用餐或是我们鼓励大家一起到我们的那个心灵转角一起喝个咖啡。其实那个目的不是为了享受那个东西，享受别人的服务，而是真正要彼此凝聚在主的爱里面。因为大家彼此可能平常各自做各自，我们也没有属亲戚的关系，但是因为借由这样的合作，这样的同心合一，就见证了主耶稣说两个去传福音的力量。那
我们如果说，我就做完礼拜啊，从进来到外出回去都没有跟人家互动，那其实这个礼拜其实你单独跟神相聚就够了。来那边就是为了要彼此同心、彼此合作哈。所以耶稣所期待的教会是什么呢？是分享人生喜乐啊，或是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度过这样的逆境，安抚失败的伤痕哈，还有互相安慰、鼓励，一起站立起来。这个是我们一起所努力的一个方向。那时间的关系，牧师在分享。那第二个点就是信靠上帝的能力，因为他第2段经文给我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耶稣除了差两个出去之外，还有做了很多的提醒哈。那这个提醒，从我们现在的概念上觉得，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了哈？他说，耶稣问他们说，在旅途上除了一根手杖，什么东西都不用带，一只手杖啊。然后什么东西不用带，然后不带食物，也不带旅行袋，口袋里不带钱，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一无所有，唯一的事是信赖、依靠神，然后接受许多各地的基督徒的接待。他目的也是为了兴起不同地方的基督徒一起同心做。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那个力量会更大。比如说你什么都有了啊，旁边人就没有要帮你什么。他还第2个点就是说，只穿1双鞋，也不需要2件内衣哈。好，那我们可以看见说，耶稣他给我们的概念是只有拐杖跟鞋子。为什么这样拐杖跟鞋？因为他是为了当地的这个环境的需要。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建立在一个山丘上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的照片。为什么可以整个城都照得出来？因为它在山上嘛。所以在对面的山上。一照下来，整个重要的点都照了出来。它是建立在一个锡安山上面，我们现在走的锡安山750公尺。那我们知道，它从耶路撒冷一直往下降，一直到南边的死海，就是比海平面还低398公尺，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最低的地形哦。那耶稣说你们要拿拐杖，意思就是说当地有山路，也不很平整。当然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汽车，所以你要用重要的生活上可以克服的就是拐杖跟鞋子，其他都不要。不是说不需要啦，耶稣嘱咐他们不用为其余的担心，因为相信上帝，依靠上帝。换句话说，耶稣所呼召的福音勇士不是需要物资，反而会造成不便，需要的是单纯的生活，还依靠上帝依靠上帝。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无法预知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单纯的依靠，就能够完全得到一个属灵的恩典跟祝福哈。那我要讲到这边，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回应。那这个在很早我看过这篇报道，心中一直放在心上，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们学习很多。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他说，标题叫做“我们没做什么，只是祷告罢了”。不知道有的弟兄姐看过这篇报道哈？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20几年前一本宣教的杂志，属灵的杂志所刊的。他写的这段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到现在还是记着。他说，这个主题是说2位信主不久的年轻中国姐妹，她们感受神的呼召，要她们去做宣教士。换句话说，他们出信没几个月，他们觉得说，不是牧师教导我们要去传福音吗？那就跟牧师讲说，我们想去传福音。但是这个牧师看到他们说，第一个他们很年轻，第二个才信主才半年，要传福音很好啊，但是你在附近周围你的邻居就好了啦，不用那么远。但是这2个姐妹很单纯很可爱哦，他们坚决说，圣经里面有讲哦，耶稣说你要去普天下传福音，他是真的说，那我想要去啊。而且圣经耶稣没有讲说你们几岁才可以去传福音呢，所以他觉得我年轻也可以这样子。那就跟牧师改罗的第二一点罗个牧师啊，我们要传福音啊，这样子。这个牧师讲说，这2个女生
真的太可爱了，太单纯了哈，也不好禁止你们了，干脆找一个地方让他们觉得自然而退好了。他说那这样在中国嘛那么大那么你去海南岛好了，海南岛我们知道中国最南边的一个岛叫海南岛，已经靠近越南了，对不对？想说他们会不会听到说海南岛那不得了啊？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桥吧，所以或是地下道没有，所以就要搭船过去的，想说那边海南岛需要传道人呐，需要传道人，那边生活会很苦而且没有基督徒对年轻女子是很危险的地方想说这样讲完了，2个女生就知难而退了嘛，好就乖乖留在故乡嘛。但是没想到他们怎么说呢？海南岛对，那这个就是神要差遣我们去。他们很单纯，也相信牧师讲的，他就真的去了，出发了，就这样出发了。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好联络的方法可能靠写信吧。过了2年了，他们就转到香港去，因为跟外国的教会传福音的单位有联络嘛，他想到香港去领一些圣经，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办法很普遍拿到圣经，还有一些福音书籍啦、刊物啦。刚好为什么会来去？因为他们跟他们母会的牧师联络说，我们想要去见你报告一下我们去传福音的过程让你知道。他说那好，来你们来香港，顺便来这边休息一下来，因为我欧洲来2位教会的高层来这边访问我要去接待他们你也来顺便报告就好，这样子。好了，那故事就从这边开始。2位宣教士的牧师因为很久没跟他们见面约了在这边见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都已经住到酒店去了，那香港的酒店。然后这2个女生呢就来到这个酒店，看见那些服务店的酒店的服务生穿得非常的笔挺的制服那些旅客都是穿着名牌的有的是观光客然后在那边悠闲的逛吃东西啦就看到2个姐妹进来了。因为这2个姐妹从海南岛过来穿着黑色的衣服啦，而且看起来不是很那个衣服很整齐，而且还戴了一边那个遮阳帽这样子那些酒店的服务生觉得很奇怪，怎么2个人好像乡巴佬跑过来，想要去阻止他们要去阻止他们。还好那个牧师知道说他们预备要来，就坐在这个饭店的大厅在等他们看到好像有一点争吵的声音就跑过来发现说原来就是这2位姐妹，然后就赶快去解围，跟那些服务生讲说他是要来找我的，然后就牧师就带这2位姐妹到饭店里面去见那2位从欧洲来的贵宾那些教会的高层，然后就开始要发问那些欧洲的教会高层，要问他一些事情牧师就担任翻译这样子。那故事就这样讲说，牧师就是这位客人给牧师讲说，你问他们一下，他们在海南岛这2年来到底建立多少间教会这样子。访客讲完，那2位姐妹垂头很不好意思，好像觉得很亏欠的意思，说牧师，我们在那边只有2年的时间不是很久，所以没有建立很多教会，然后那个牧师就问说多少间？他回答说不多，因为那边的人不大友善呢，有时候很凶而且还有几个当地的男人曾经恐吓要把我们抛到大海里面去，女人也不喜欢我们，因为他们用讲一些粗话来骂我们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困难所以我们没有建立几间教会这样子。那牧师觉得很急什么还没讲到底是几间也不讲清楚，一直问说多少间多少间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沉默，一个姐妹就抬头起来，很尴尬有点不好意思的讲说，哎呀，我做得不好啦，我只建立了13间这样子。那牧师惊讶起来，眼睛就亮起来说就给那个用传译给那2位客人讲说13间，但是旁边的助理有一点觉得不对，这个姐妹讲的不是13间呢，
是多少？是30间，哇，30间这样子。牧师问了那2个女子，就问到说：“是30吗？”是的，就回答说并不是很多，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怎么好，只开支了30间教会这样。哇，那个访客就精神起来了，哇，看到2个女生讲的好像有一点不好意思，竟然建了30间教会，那就赶快再问了问说那2年间开了30间教会真了不起呢。那请问多少个信徒多少个信徒？牧师就问了。他说不是很多啦，不是很多，只有220个人啦，这样子。他们觉得220人不少所以30间教堂是分支点，一个小小的据点，对不对？全部的有230人，对不对？他说不是啦，那是最小的一间呐，最小的一间有220个人呐不得了。他们眼睛更亮了，更瞪得很大，那就很好奇说你说最小间的是220个，那请问最大间的是多少人？这样子，这个姐妹也是很客气，很不好意思讲说，还不够5000呢，还不够5000，只有4900人而已啦。我们真的做得不好，才刚刚开始而已啦。哇，站在牧师后面的客人就觉得哇，整个人起鸡皮疙瘩，在那边有点流泪的意思。跟神祷告说：“神求你赦免，因为我们对2个女生2个姐妹真的有一点有点不识泰山的意思看不起她们。然后她们到底做了什么？她们是怎样做到的？这个2个客人一直问说到底为什么？她们有做什么吗？她们姐妹又问她说：我们真的没做什么。哇，没做什么才奇怪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她说没做什么？你们没做什么你们有30间教会，最小的有220个，最大的差不多快5000人，那是初信的基督徒，你们竟然说没有做什么？哇，一直追问说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然后姐妹就很单纯、很谦卑的说：真的，我们没做什么，因为我们只单单祷告，我们只单单祷告罢了。弟兄姐妹，祷告的能力是大到让我们无法想象。他说我们祈祷后，圣灵就会启示我们应该做。换句话说，就像保罗顺服了圣灵的引导到马其顿去一样，圣灵要我们怎么做，说什么话，讲什么样的见证，我们就这样子做。这2个也不是受到什么宣教师的这个装备跟训练，或是有很多专业的东西都没有，他就单纯的祷告，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我们可以印证到耶稣说：你们要出去传福音，只要拿拐杖就好，你们只要穿鞋子就好。换句话，跟这2位姐妹完全这个合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一个身份的代表。哇，这2位客人在神面前就这样子祷告说：我的神他们只有祈祷，圣灵就会指示他们应该做的，他们就照着去做。哇，真的是心中很大很大的震撼。牧师按手在2个姐妹的肩头在他们后面的2个访客就跪在地上，跟神祷告，泪流满面。这篇故事，我想不是虚构的，因为它是一本基督教的杂志所刊出来的。虽然我想去追踪网络追踪到底这2个姐妹建立教会目前在海南岛是什么状况，也许各位有资讯的话可以做一点印证。但是我讲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传福音多厉害，人多那么多，而是他们在整个单纯的心思，对神的倚靠，知道圣灵要教导他们怎么做，他们宁可听牧师的呼召，就到海南岛去，单纯的相信，单纯的领受，然后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竟然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那个数量，教会的数量，还有信徒的数量。我们听到说，在中国大陆现在有那些隐藏的基督徒，甚至上亿以上，可能还是很保守的数字。我们期待神用这样奇妙的方式，在中国这个14亿人口当中做奇妙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们一个单纯的依靠上帝的能力，也希望成为我们信徒装备，成为神门徒传福音的勇士。最后，我要再一次呼吁说，我们准备要在下半年度来推动
这一期的幸福小组。我很高兴听到我们的李伟教授说，他们的基甸牧区呢，已经开始在整军装备了，准备要筹组一个幸福小组了。我期待，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哇，要做幸福好像压力越来越大，光要筹组一群人就很困难了，而且要去找那个 base 的，哇，那更麻烦。今天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长都来了，他们应该是成为我们邀请 base 的很好的对象，因为他们愿意把小孩子送来教会，表示他对教会已经某种程度的认定嘛。那这些小朋友来这边有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其实就像这2个姐妹讲的，我只有祷告，你不要想说这个跟我最好的朋友，我去邀他，他一定会来。有时候 base 的都是你觉得最不可能的人，他就会来，因为单单纯纯的依靠圣灵的同在。我们期待很多小组同工，大家会凝聚在一起，因为耶稣说你要两个嘛。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幸福教组就一个团队的打群架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如果说没有办法那么长的时间，有6周到8周，我们也可以运用福音茶会，那个比较软性的。但是记得，重点不是在你做了什么，而是你祷告了什么，你依靠了什么。愿圣灵的力量在我们每一次传福音当中，一些神迹奇事显示在我们当中。这是牧师最后没有讲到的部分，因为耶稣说，给他们权柄，有驱除污鬼的能力，赶走一切邪灵的能力。因为传福音会遇见许许多多的神迹，是因为不是你力量多大，而是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就应许说你有这样能力嘛。所以在小组里面，在幸福小组里面，也是一些神迹，其实一些奇妙的故事就发生了。我期待2位姐妹到海南岛传福音的故事，能激励每一位。不是你能力有多大，不是你准备有多少，而是你愿意开始做。牧师要把最后那个投影片做一个秀一下，做最后了哈。这一句话做一个结论：传福音的生命是什么？不是做到累死才叫忠心，而是做当做的事才叫忠心。一生要做的事才叫使命，做有品质的事才是叫做使命。再一个，兴起传福音的热情哈，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不是很厉害了才开始，而是怎么样做了就怎么样，做了就很厉害。2位姐妹，她如果不是说我要做，你不可能有海南岛这个奇迹发生。所以我们鼓励教会各小组单位领受传福音的呼召跟使命，我们一起来营造富强人的宣教 DNA。我们可以已经有团队的，我们来组织幸福小组。如果说你一群人，平常不是在属于一个小组的，我们一群好朋友，你可以举办福音茶会啊。我们的那个心灵转角，那个空间漂亮的不得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因为那边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甚至你是我们说个人传道，也是2个一起去传道，像同事、像亲人、像邻居来传福音。很多人呢，他是领受福音的呼召哦。当你把福音带进去你的职场、你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就是你委身的地方，就是你传福音的地方，就是神应许的地方。在你邻居，在你的大楼或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这个亲人当中，愿神将这样美好的故事都完全发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这个时候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准备来做医治的祷告。请弟兄姐妹楼上或楼下，你心中有需要代祷的，或是你有病痛要代祷的，或是你有事情要预备的，我们就预备心到前面来。我们也请代祷同工、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小组长都一起来准备要服侍。我们请同工带我们唱这一首诗歌《全能的医治者》。一边唱的时候，我们就请弟兄姐妹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全能医治者》。预备心就开始唱，就开始到前面来了。代祷同工，谁知道我们唱这首？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不要客气，到前面来，因为神要看见你的信心，而不是有多少人。他已发明那
有需要代祷的都到前面来，不要客气。包括你心中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来啊哈。我们同工预备心。何其全能的使者，你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我神，我医治我。我们音乐继续，我们请这些弟兄姐妹安排服侍者，安排服侍者哈，安排服侍者啊，我们就开始来做预备心的祷告。当他们开始祷告的时候，要邀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同心为他们做祝福哈。我们开始做啊！有谁还没有领受到的啊？这位姐妹哈，来可以一起来祷告。这边还有一位吗？好，这边还有2位，这边还有2位。好，来再站开一点，来。好，大家站进来。我们请同工代祷团队或是小组长来做服侍哈。举起你们的祝福的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请敬拜团再一次轻轻的唱这首医治者的诗歌。愿神的圣灵听我们的祷告，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赐下医治，赐下平安，赐下能力，赐下应许。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我们一起求神亲自施恩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你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主神来医治我，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你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主神来医治我。继续祷告，继续祷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站着也为你所认识的人、亲人祷告，愿神赐下医治，在有病痛的亲人当中，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有癌症细胞在身上的我们的教会同工，我们大家一起为他们做祷告，一起做祝福。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主。同心祷告，同心祷告。我们在座的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举起你代祷的手，为我们所关心的人祷告，为你的亲人祷告，为有需要的人祷告。感谢赞美主。还有疼痛的，是吧？求你来医治他们，他的天父，医治我疾病，你是主神来。我们要来唱第1节，一起同心来唱，一起来。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他是全能医治者，他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一起来唱第2节。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你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主神来医治我。我们音乐小声，我们请弟兄姐妹，还包括前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牧师来做祝福的祷告。我们在座位的弟兄姐妹也一起同心的领受祝福。谢谢天父上帝，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却知道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们的信心也许微小，但是我们要恳求主，你赐下你的应许，你的医治在我们当中。在你前面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有肉体的病痛，或是心灵的需要，或是很多困难的事摆在面前，很多需要突破的事情。神啊，请你应许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所祈求，因为主耶稣你应许说，我们有2、3个人奉你名聚集，你就要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确信你就在我们当中，你要应许我们所祈求的，你的医治、你的恩典要降临在每个人当中。主啊，无论是
肉体的病痛、心灵上的软弱，或是我们器官上的毛病。主啊，当我们全心依靠的时候，求你赐下奇妙的医治在我们当中。特别我们关心教会当中有遇到癌症需要治疗的弟兄姐妹，神啊，我们是你所创造的，肉体生命是你所赏赐的。主啊，只要你许可，你是大能的医生，你是医治者。我们求神赐下完全的医治在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遇到家庭的、生活的、婚姻的、儿女的、健康的、工作的、经济上的需求，神啊，也求你同时赐下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你是恩典的神，你是一切福气给我们的神。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在我们当中的展现。奉你们来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同心祷告的弟兄姐妹。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用热烈掌声感谢主。好，谢谢，请坐。我们请回到座位哈。愿神应许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准备来做这个奉献。请我们一起来奉献。请我们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这时我们来念那个一周一金句。我们看一下周报的最后面。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章5到6节。我们再念一次。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章5到6节。好，这是我来报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周报，请大家翻开第2页。下周是青年主日的纪念特别礼拜，好，那由曾牧师来讲道，那提摩太牧区的青少年来主领。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周报的第4页，我们看一下第4点，本会定于8月6号举行父亲节的感恩礼拜，到时候欢迎我们的父亲跟爷爷们踊跃的出席，来领受上帝跟兄弟姐妹跟小朋友的献礼跟祝福。那我们看一下第8点，丧礼的消息。
那本会庭真长老娘，那在她的那个我们的主生长老已经过世，那想不到他的父亲也在7月6号来去世。好，那请大家为他们家属来代祷。好，以上请牧师补充报告。好，谢谢。我来做一个介绍跟补充哈。第一个，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叫做林佑熙姐妹，对不对？来，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来，佑熙姐妹，来，热烈掌声欢迎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哈！谢谢你，请坐哈。他是我们跟建伟啦哈，我们这些同工的好朋友哈，欢迎你。我们这个礼拜哈有一份教会公报哈他就刊了一份这个广告哈，这个大广告突然间我看到说，哎，奇怪，怎么全部的名单都是富强教会的名单我们有39个名单在里面，原来是我们参加箴言的这个抄写我们就39个完成，就把它名单寄出去了发现说我们占1半以上表示说我们教会大家很热心参与，我们为这群同工鼓掌一下好不好？真的这些名单只是一个荣誉榜啦，没有什么特别礼物，就是有得奖的名单，有抽奖有10个我们教会又占了几个呢？1、2、5、6个到时候会寄奖品来到时候我想说可以到前面来领奖那寄礼物过来。当然我们是到9月才最后收件，就是说你还没有写完的，或是你想继续写的可以去买一本，可以给教会登记说我想要补买这些箴言的手抄本他帮你买。那你买书先付钱如果有抄完就退回给你没抄完就自己负担重点是为了让你一边写一边灵修啦，那些重要的圣经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力量。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不只是抄完是写的那个字很工整或者用刻印章的感觉一笔一画真的很用心，真的是祝福大家希望大家有继续努力。第二个是我们长职跟小组长学程的密集班快到了8月6号2个礼拜后的下午，礼拜天下午跟13号我们周年庆的下午，我们一个密集班大家好像当成一个研习会一样从下午1点半到5点那上完课，我们在第2堂上完课之后，我们会邀请之前来了我们教会培灵的刘进展牧师来给我们做一些领袖一些激励分享会去吃一个简单的晚餐这是我们教育团队所设计的事工，感谢主谢谢大家的辛劳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已经报告好几次了，就在我们教会举行的心灵保养讲座，针对服侍者，所以无论是你在哪一个领域服侍，都是服侍者嘛。那服侍者往往会遇到很多不可预知的挑战，那你怎么样去适应这是由台湾神学院的张雅慧博士要来我们教会演讲我们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你就报名就对了因为报名才会给你准备讲义准备讲义所以请不要客气，跟你的小组长报名也可以，到办公室登记一下那一天大家准时到就可以第三个，我们再一次鼓励大家在心灵转角，我说我们举办福音茶会，或是举办幸福小组一个团队侍奉，对不对？你也可以邀你的好朋友说，我请你来喝咖啡，我们教会有一间非常漂亮的心灵转角，来这边喝个咖啡。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传福音给他啦，来谈道这个是非常棒的机会。而且我们的咖啡厅不输外面的那个专业的咖啡厅希望也可以给我们这些服侍者一个鼓励就对了啦好，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义卖，就是有关父亲节的皮带腰带的就对了，男生的腰带牧师有先把它领完了，把它试用真的那个皮很柔软很好欢迎大家来买来送给先生，送给爸爸或是自己用都很好我们第一批已经到货了还没领的赶快去领缴费，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因为爸爸节快到了嘛，下个礼拜
就截止了，就来把货送给所有登记的人哈。这一点我们是为了长兴教会他们父亲节这个皮带义卖是为了他们的这个周年庆70周年庆哈。那牧师还有一个鼓励就是说，我们下礼拜是青年主日，我期待我们弟兄姐妹也要更多年轻人来，让我们自己家里的年轻人来看一下说，我们教会年轻人这样活动，让他们有一个诱因，这样想要来参加。所以不只是大家弟兄姐妹来支持而是带你认识的青年朋友来参加。另外，我们呢在8月13号47周年感恩礼拜的时候，我们要举行洗礼跟那个圣餐哈。请我们小组啦、儿童啦，或是已经洗礼过要坚信礼的啦，我们都赶快来报名希望这个礼拜能把它报名完成，这样我们才来安排那个学道班才不会太匆忙这一点请大家一起踊跃来配合一起努力。还有包括我们很多很好的这个课程，比如说真道理财课程啦、哀伤陪伴课程啦，都在报名当中，请大家踊跃来参加特别我们也祷告听说可能会登陆的台风要来，已经2年多没有台风，我们也觉得好奇怪又怕来又怕不来，很奇怪。但是我们真的要好好防备，加上有这个登革热，请小心希望大家过了这一礼拜，大家都很平安喜乐就只有雨水有足够的水分，其他都没有伤害好，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夏季，谢谢。颂龙诗歌，我的神，我的王请我们起立迎全手，吟诗后请夏牧师祝祷。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那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赐福，在生活、在工作、在家庭，都蒙恩典见证神的大能。愿三位一体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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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来避会。稍后我们有在3楼有简单的爱心午餐，欢迎留下来一起来领受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交谊，谢谢。哪一张是教会公司？